这个高雄市议会今仔日开议的第2天，市长韩国瑜备询，民进党的议员也是无要放伊煞，继续进攻，要求韩国瑜爱对一国两制来表态。韩国瑜是真无奈，尽管前一天伊个手摸心脏，强势来回应，讲伊反对一国两制，但是也是去互质疑。无怪这个中的休困时间，韩国瑜会补一句讲，伊真正特别中风咯。 他特别做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护照。民进党议员送号召，穿拒绝一国两制黑色 T 恤，针对市长韩国瑜进行的中国行爱伊明确的表态。前阵子的仿中经贸团是不是沦为统战团？战争没有赢家，和平没有输家。这10个字。 是请5位议员来参考，代表我的内心，我也忧虑，你们担忧，我也担忧。批评韩国瑜踏入香港、澳门中联办这种官方单位，等于是承认一国两制。你说台独比梅毒可怕，甚至陈其迈副院长呼吁你说，面对国台办的时候，你要勇敢讲出你是中华民国高雄市的市长，你却回应他废话太多。我们去吃个饭、喝个酒，我们就出卖台湾的自由民主，可能吗？ 你们在自己吓自己，你们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一点信心都没有。看得出韩国瑜的面上已经出现着真忝的表情，真明显对着连续2天的炮轰感觉无奈。来听前一天伊中场休困要离开宣讲的这句话。市长快中风了。市长施政报告第2天，连赢议员，佮在针对农产品甲一国两制话题，继续把2块议题当作是质询的重点。